林以轩最近怎么样？他还能怎么样？他那个人你还不了解，责任心重的要命。现在终于肯放下身段，各种酒桌、各种 KTV 陪各种大老板。你就让他这么干？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天天不也这样吗？现在公司有困难，我们不能不管啊，对吧？你心疼啊？谁心疼他了？我是怕你们给公司丢脸。最近还真是没少给公司丢脸。还有什么消息？你是说公司的还是逸轩的？公司的。没了，没了。那个叫爱宝的小丫头，最近有找过他吗？我没听说过，他可没跟我提过。不过，这也说不准。那种小丫头很会粘人的。你怎么了？我没怎么了。你不是要见客户吗？怎么还不去？不见了。今天你帮了大忙，请你吃顿饭。文玉，哎，立马皮削啦！我要吃没有皮的。是今早上才知道的。行，我也没说这是给你你们有没有想法？哥哥还不知道，不过他同意了，说我可以怀孕。是没有责任感的人，要是出身后跟你一样怎么办？我反对的理由就是那个，你也不知道吗？啊？以后可能不会跟我一样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你们俩看电视能不能小点声啊？吵死了。